中華鳳頭燕鷗屬於全球最瀕危嘅鳥類之一。自上世紀30年代最後一次嘅野外紀錄之後，中華鳳頭燕鷗曾經消失於世上接近60年，大部分人已經將佢哋當作絕種，一直去到2000年先至再有人喺人跡罕至嘅海島上面重新發現4隻中華鳳頭燕鷗嘅蹤影。雖然中華鳳頭燕鷗好似神話故事一樣重現大家眼前，但佢哋嘅境況同將來卻充滿未知之數。據估計，全球現存嘅中華鳳頭燕鷗個體數不足10隻，而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嘅紅色名錄亦都將佢哋列為極度瀕危。究竟一直以嚟佢哋居住喺邊？而點解佢哋又會得返咁少？今次我哋2位嚟自香港大學嘅同學，跟隨嚟自唔同背景嘅鳥類保育專家嚟到浙江象山縣，一齊尋找神話之鳥嘅蹤影，了解佢哋鮮為人知嘅一面同埋面對緊嘅威脅。因為現在這個鳥類學家對它了解還是很少啊，那民眾了解更少了。它到底有受哪些因素的影響？為什麼數量這麼少？它的威脅是哪些？我們怎麼樣解除它？它的種群數量到底是多少？全球的總數量到底多少？我們怎麼樣去恢復它們？這個都是我們關注的。我們最終希望就是把這些我們都了解掌握了，然後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逐漸地恢復它們的種群。每年夏天，中華鳳頭燕鷗都會喺遠離內陸嘅海島上面聚腳，集結成群，尋找配偶同埋築巢繁殖。陳老師同埋一班研究人員喺離象山內陸幾十公里外嘅九三列島設立咗一個燕鷗繁殖種群招引區，並成功利用假鳥模型同埋鳥聲回播裝置等嘅人工方法，將燕鷗引到島上棲息以及繁殖，令研究人員前所未有地可以長期觀察中華鳳頭燕鷗喺繁殖期間嘅一舉一動，同時保障佢哋唔受任何人為嘅干擾。雖然出發前我哋都從少數嘅照片睇過中華鳳頭燕鷗嘅模樣，但係當我哋嚟到島上，親眼見到呢隻原本已經絕咗種嘅神話之鳥，活生生咁企咗喺我哋眼前，的確係非常之震撼。中華鳳頭燕鷗有一個好似紅蘿蔔一樣橙色嘅喙部，而喙尖一部分則為黑色。佢哋同大鳳頭燕鷗最大嘅分別就在於佢哋好似天使一樣雪白嘅背翼。我哋5月6號、7號嗰陣時候開始嚟呢個寶智嘅島噶嘛，咁嗰時見到有呢個嘅大概400隻燕鷗就好大鳳頭島，佢哋覺得好好開始喎咁樣，咁結果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去到後來嘅話，我哋先發覺咧，原來我哋幾乎將所有嘅 Chinese Crested Tern都引就嚟呢度，我哋亦都預計唔到佢可以咁近我哋嘅觀察屋嘅。因為最近嘅一批燕鷗嚟講咧，佢離我哋大概只有得9公尺到嘅啫。咁呢個又係我哋比較上意外嘅。對於個中華鳳頭燕鷗啦，佢哋嗰個嘅生活史咧，我基本上係一無所知嘅。咁所以我哋想睇下就係啦，佢哋同大鳳頭之間嗰個嘅關係同互動啦。嗱，佢哋嗰個繁殖嗰個嘅成功率，有啲咩因素係影響到佢哋嘅成功率嘅？譬如我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喺個孵卵嘅，同埋有呢個有初鳥嘅時候嚟講過咧，睇下雌雄之間個分工係點樣樣，睇下嗰個嘅初鳥嚟講有冇啲咩特別嘢係個 limiting factor， 即係影響佢嗰個嘅數量增加嘅。正如好多嘅生物觀察一樣啦，你觀察得越多，開始知道多啲嘢嘅話咧，你會發覺其實我哋唔知道嘅嘢更加多嘅。燕鷗要喺短短不足3個月嘅時間裏邊，由求偶、交配、抱蛋，一直去到小鳥孵化，都要一手包辦，更加要趕及喺季尾所有同伴遷徙離開之前，將小鳥養大，教識佢哋飛行同埋一切求生嘅技巧，先至為之一次成功嘅繁殖。而過程之中要面對嘅困難同挑戰絕對唔少。喺咁密集嘅居住環境中，鄰里關係難免緊張。每隻燕鷗時時刻刻都需要保衛自己嘅領地，一不留神就會被身邊嘅鄰居又或者係新移民佔據。因此經常會發生先口角、後動武，甚至乎受傷流血嘅情況。海面上嘅油污同垃圾，同時亦增加咗燕鷗捕魚嘅難度。被染污嘅羽毛不但減低飛行能力，亦都會失去咗防水同保暖嘅功能，大大影響燕鷗喺繁殖時期嘅效率。除此之外，佢哋更要時刻警覺，留意附近嘅捕獵者。我哋喺島上逗留期間，就已經有2隻大鳳頭燕鷗被遊隼獵殺。
而島上嘅蛇同埋老鼠則會捕食佢哋嘅鳥蛋。一啲較冇繁殖經驗嘅燕鷗，如果唔識好好保護自己嘅鳥蛋或者幼鳥，一樣亦都會係前功盡廢。喺大自然苛刻嘅條件之下，每年都仍然有超過半數嘅燕鷗可以成功孕育下一代。但係隨住人類逐漸往偏遠嘅海島發展，再加上捕獵鳥蛋作各種用途，直接減少燕鷗可以繁殖嘅地方同埋幼鳥數目，嚴重威脅到中華鳳頭燕鷗嘅存活。其實我哋個長遠嘅目的呢，我哋係希望能夠恢復中國沿海嘅嗰啲嘅 seabird colony 嘅。因為以前嚟講，其實呢，據一啲嘅記載嘅話呢，中國沿海其實都仲係幾多海鳥喺度繁殖，海鳥幾多嘅以前。但係問題就係到呢個嘅人比較多之後嘅話呢，有機動船啊咁嘅話呢，就開始啲人去攞蛋啦。攞蛋個嘅結果呢，就係呢，令到好多呢啲咁樣嘅 population 都 collapse 晒。咁我哋希望嚟講嘅話，藉住教育啦，藉住呢個嘅各方面嘅呼籲啦，就令到啲人自動自覺嘅話，你話啊，我唔去執鳥蛋啦，我唔去買鳥蛋啦，我見到有鳥蛋或者其他嗰啲嘢嘅話，我要舉報佢哋啊咁樣。咁我覺得一般嘅市民嚟講，可以做得到嘅就係你自己第一唔做，見到人哋做呢啲咁嘅嘢嘅話，你就舉報。中華鳳頭燕鷗嘅保育唔只限於象山嘅保護區，亦唔只限於陳老師嘅研究團隊。保護呢啲遷徙物種，跨地域嘅研究合作同埋廣泛民眾嘅宣傳教育係必須嘅。喺香港嘅夏天，會有唔少燕鷗同埋其他海鳥喺海島上面繁殖。遷徙途中嘅中華鳳頭燕鷗，亦都有可能會喺呢處落腳。但同樣地，佢哋亦都唔幸免於人為嘅干擾，包括登島基調同埋野外攝影嘅活動。隨住我哋今次旅程嘅結束，今年喺島上面20幾對嘅中華鳳頭燕鷗，亦陸陸續續孵出小鳥，成績令人鼓舞。但係同時亦都代表佢哋非常需要我哋主動嘅保護同埋關注。喺未來幾年，Simba同陳老師會繼續喺更多唔同沿岸地區招引燕鷗繁殖群，希望令中華鳳頭燕鷗嘅數目逐漸回升，同時分散群落嘅分佈，減少個別威脅對整個物種造成嘅破壞。另外，佢哋亦都會嘗試進行環志標記同衛星追蹤，希望可以對中華鳳頭燕鷗嘅生活史同埋遷徙路線有更深入嘅了解。同時，保護中華鳳頭燕鷗嘅工作亦都非常需要我哋大家嘅支持，包括拒絕購買同埋食用野生嘅鳥蛋啦，同埋避免進行一啲滋擾甚至破壞到燕鷗繁殖群嘅野外活動，盡力保護現時沿海地區僅存嘅海鳥繁殖地。究竟神話資料嘅回歸可唔可以成為鳥類保育史上面成功嘅一個例子？答案我哋唔知道，但係可以肯定嘅係，拯救極度瀕危嘅中華鳳頭燕鷗，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出一分力。